上车的时候呢，会先教他先在原地练习。哦，眼睛看前面，肩膀放松，手肘弯曲，然后会告诉他这个是后轮刹车、前轮刹车，然后再练习说如何停车、回油，左手右手2只脚在下，先原地操作，没有问题了，我们再开始。就是我们如果遇到问题的话，很容易会有挫折感，但在教练的指导下，给一些小技巧，我们就可以很成功的通过那些关卡。停车再开那个标志很重要，就我们有些时候过路口的时候看到停，但有些时候以为只要稍微减速没有人就直接过去，但实际上要完整停在那边，然后确认安全才能通过。最难是 U 字形的那个关卡，标志、标线还有号志，停车再开是指导，白虚线叫车道线，还有哪里要打方向灯，还有直线7秒平衡的重要性。交通部持续推动了考照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已经获得各界的肯定。那么几年下来，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那从这个大数据的统计呢，我们可以发现到有训练的跟没有训练的，那么违规的部分呢，可以降低59%，肇事呢可以降低36%。那如果能够在考后再参加驾训2.0的这个道路训练，那么违规风险还可以再降低到64%，肇事的这个部分呢还可以降低到51%。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大家知道暑期是很多学校放暑假，很多年轻朋友们他们都要靠汽机车来。那但机车的部分尤其特别危险，因为机车是肉包铁。那所以说，一方面我们推动这个骑乘机车戴安全嘛，但很重要就是你必须是合法的骑乘机车。什么叫合法的骑乘机车？你没有驾照就是不合法的骑乘机车。但事实上，它这个考试不管是笔试或是路考，都是对你将来在公路上、道路上行驶机车非常重要的一些专业的训练。好，但是有驾照、有戴安全帽，最重要的是你要遵守交通规则。好，那这样子下去3支箭下去，你就能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透过台南大雄空拍团队的镜头，会当看到灾区的实况，特别是厝顶火笋已经盖满磅礴的特别景观。不过受这波西南气流的好大雨冲击，磅礴也是无度阻挡变成水地四季漏水。对此，市府在后后援进度的记者会中，干部局表示，除了积极每下42间营造商来协助，不过秘书长也是坦承有关欠工。招募状况嘛不好，会搁再积极来努力。截至到今天，我们已经有媒合到42家厂商有意愿来进入灾区做一个修缮那这些名单我们有公布在我们的市府的丹纳斯台风台南市政府扶助措施一个相关附件的里面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厂商名单还有公布在我们公务局的网站里。目前包括中央，包括我们台南，一直都在募集一些有意愿到灾区去做一些修缮的这些厂商。现在目前我相信10点在民治那边的会议里面，大概也会谈到这一块。那当然我们会针对中央对这一块的一个指示来做后续的一个季接，看该如何进一步的来建立某些机制来协助我们的灾民来处理这一块。秘书长进一步表示，虽然对弱势户有租金补贴，起来是安定，不过真济灾民无愿意离开，有一寡厝的收款嘛是灾民拢是困难。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第一波灾损慰助金已经送到灾民手中。第一批的款项已经在星期一的已经拨入了，大概拨入将近快1000万左右，大概有900多户的。一个灾民，他们已经拿到了现金，大概相关的款项大概将近快1000万左右，所以这边也跟大家做一个报告，也就是说，市府呢经由各局处，我们积极在整个行政程序上尽量来从简的部分，然后已经赶快的
把这笔钱拨到需要的一个灾民的手上。对洪灾到水患，市府表示，所有灾后伪造拢简化流程，嘛且也未提出申请的灾户尽速办理。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9次临时会定数委员会由议长柯丽丽主持，委员林志典副议长、蔡玉辉、陈秋红、周家伟、陈坤和、林冠伟、尹爱达等议员共同出席。府方代表由副市长赵清惠率各局处首长列席讨论，其中对着丹纳斯洪灾，市长因为提专案报告日期，议员也做出建议。到现在3个礼拜了，倒是整个路面、街面还有很大堆的问题，还有大堆的树木、杂木、瓦片，什么都还没有清。那我们也想要知道市长跟我们各局处听听看你们的说法。为什么无法度在第一时间？那我想专案报告的时间真的是太短了。为什么我们灾区的议员有很多的问题要请教？是不是能够列整条的专案报告？建议咱8月7号，上午天气审计室开始审核报告，交要审查作为预算，这个该交启动专案报告，把这引导，整天呐，很多的议员他们对于灾区也好，非灾区也好，延伸出来的很多的我们的市政建设，亦或者是说我们受灾户他们有一些要让我们的市政府或者是说中央知道的。那所以我们8月7号星期四的议事日程，我们上下午议程也是改成市长专案报告。为何议员有充分的时间，甲市府团队沟通讨论，常委会调整部分的议程。8月7号专工进行丹纳斯洪灾专案报告。议会这次总共讨论44件提案，其中41案为垫付款案，一般提案、总决算审核报告以及市法规案各一案，垫付预算总计4亿5265万1千块。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由文化部统筹规划为台湾文化伫台版关系世博系列活动，其中伫台版中央公会堂的模范台湾文学展，将以妖魔鬼怪、神甲人为主题，带领观众行入台湾文学中特有的魔幻世界。为了呼应展览的主题甲民俗的色彩，台文馆嘛首次加着拥有350档历史的台湾府城隍庙来合作。并且以着庙中知名的府城3大名匾米莱啊作为开场的意象，象征台湾文学中神灵鬼怪降临伫展场。我们台湾文学馆，我们这一次正好在这个活动的期间，就是中元节啊，也是日本的盂兰盆节，obon这样的一个节日，所以我们就想到说，台湾文学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神灵、妖魔鬼怪，还有以台湾民俗作为创作素材出发的这样的一个文学作品，其实很适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在这样的场域里面，我们做一个台日文化的交流。那我们这一次的展览，回到我们这个魔幻文学台湾，为什么会找府城隍合作呢？那我们就想到，因为在这里面，神灵、妖魔鬼怪里面，我们在台南。我们需要有这个神明的护体加持。那尤其呢，府城隍庙里面有一个府城3大名匾2来了这样子的一个名匾啊，那我们就跟我们的主视觉来去做合作，代表说这件事情，我们带着台湾的所有魔幻的元素到了大阪之后，我们欢迎在地世界的读者来到我们的展场，把咱这个来了这3年吼，会当来推广甲日本吼，离原来伊的结合伊的文学吼，甲宗教的这个元素吼，甲掺杂在里面啦吼，原来真感谢啦吼，你这个来了吼，伊有一点仔劝人善恶爱有之分啦，无人工来甲城隍庙头前吼。看到迄个匾仔吼，伊也作恶的人吼，伊也看到迄个匾仔，伊就皮皮带你。伊也做好的人吼，来看到迄个匾仔吼，伊感觉是一个真亲切的问候啊。伫外国人来讲吼，讲
像入门等于像咧say hello， say hello 的含义啊。国立台湾文学馆伫个展出进前嘛，特别到府城隍庙来举办祈福活动，希望展出会用个顺利。包括民政局副局长吴明熙嘛代表市府来出席，对着台文馆甲着府城隍庙首次来合作，将台湾文学甲着时秘的文化带上国际的舞台，嘛会用个讲是跨界合作的典范，各界拢乐观其成。台南新闻综合报道。社团法人台南市忧郁症关怀协会上午伫个该协会创办人王家珍、甲着理事长陈柏勋以及协会理干事志刚等人的陪同，共同召开记者会。伫个创会满20周年庆，将伫个8月14邀请玫瑰木乐团，要用音乐演讲的方式，讲出人的希望，甲着生命的感动。在814文化中心的主场啊。基本上来讲，每一个曲目都是苏医师以及玫瑰木乐团他们生命的反馈，他们看到的人间生老病死，化为音乐的篇章，化为感人的歌词曲目的反馈。这个公益的音乐响宴，在这个时间点的台南来讲特别的珍贵，因为我们台南市现在最近面对了许多天灾的一些考验，其实大家的心里都非常的郁闷。感到非常的也有很多的一些难过，甚至是创伤。那这些创伤其实对这些不管是灾民，甚至其他的市民，我们都是台南人大家心内拢做港口那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公益音乐会，去疗愈大家的心。玫瑰木乐团伫个团长苏世阳医师的带领，5年来举办超过500场的巡回音乐演讲。因的主题大部分拢是透过音乐来宣讲反毒、反霸凌，甲着尊重生命等，并且得到教育部社会教育奉献奖。5年后再次回来到台南，要伫个文化中心做大型的音乐宣讲。团长表示，号名玫瑰木，一方面是依着木材的木，因为玫瑰木是做完整乐器上好的材料；另外，坟墓的墓是要歌颂人生的美好。希望大家活得像玫瑰，行出忧郁。玫瑰的木头，我取它的谐音。玫瑰的木头是在做很多原声乐器最好的木头，它是一个很好的共鸣木头，而且非常漂亮，非常珍贵。你可以从这个玫瑰木的谐音木头的木，知道我们是用玫瑰的木头在做原声摇滚，这是第一个含义。那第二个含义就是坟墓的墓。那我们的歌其实是在歌颂人生的美好，你要把人生活得像玫瑰，你把人生活得像玫瑰，你才有办法走出忧郁症。唯有你坦然的面对死亡，你才可以把人生活得像玫瑰。所以我取这个木。那我在急诊室其实能急救的疾病很少，很多疾病一发生注定就会死亡，你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但是你如果透过一些医疗还有一些解释，让病人家属跟患者可以走得安详，走得没有遗憾，走得有尊严，其实有时候是更重要的。唯有你坦然的面对墓，你才可以把人生活得像玫瑰，也就是我们团名的来源。活动的宣传记者会，除了主办单位甲乐团来出席，另外市府包括民政、教育、文化甲卫生局等单位嘛拢到场，用行动来支持这项有意义的活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安平道坛道长王芳如3天前伫安平开台天后宫顶倒推，身为掌门人，为着感谢众神保庇，秉持着处置社会、用治社会精神，决定伫闰月时阵举办甘文四福财运延寿祈安法会。伊的迄个心愿啦阮站在阮天后宫的这立场当然欢喜这种善事这种
这个正向的这个方向去行吼，所以阮天后宫吼大力来甲支持这个活动。开放报名到达总共就有3000多人来登记，无论是个人、公司行号拢当报名，无限名额。整个可以完全免费，8月10号当天也佮提供2200份的发财金、碰饼、平安包、平安糯米、甜寿米、平安水、纪念平安符等免费嘅 MP。今年是大旧年哦，大家爱会记哩，所以年有较歹。人讲3年一轮，5年相轮，好歹照轮。那希望咱大家拢来这参悟发挥，咱轮点拢是好的。所以我们有德与善的正能量，那我们推行行善正能量。擂台除了进行中央的发挥可疑，到时庙外嘛会有济美食大位。南泉冰果室提供2000瓦的水果冰，互信众免费品尝。吉安发挥用创新的模式，希望弘扬妈祖慈悲精神，增进社会对着道教文化的认捌甲参与。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在2号校友会的牵线之下，淡江大学甲英海中学举行发布会，正式签约成为策略联名的重点高中之一，嘛是台南地区第一间合作的学校，对双方未来的交流充满期待。我本身也是淡江的校友，也是英海的校友，然后也是2个校友会的总干事。也是希望可以促成2间学校结盟，然后有机会可以让资源共享，让南部的小孩可以有机会去认识到北部的私立顶尖大学。高中学校的资源有限，和大学合作是未来趋势。淡江大学无论在外语、AI 智慧方面拢相当的好，嘛是目前国家推萨的重点政策。因此，英海中学特别希望会当有大学课程来配合，拓宽学习领域。在数理的部分，我们可以结合淡江大学的 AI。当然，在我们的双语实验班，可以跟淡江大学的外语学院，以一个大学来照顾一个高中，共同携手合作。希望这是一个好的起点，那也希望未来整个台南地区的高中，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管道，让可以多了解整个淡江大学在整个学科部件上的一个优势。淡江大学买当因应联名高中的需求协助发展。提供英海中学相关课程教学、升学讲座、参访、所谓资源分享、甲国际交流等经验，让台南的学生接触到北部学习管道，提升整体竞争力。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商研院副院长张黄珍过去曾任台南市环保局长。对于这次风灾纪念队员的辛苦与付出，特别感同身受，深知每位环保英雄不分昼夜的清理，为的就是要尽速恢复市容。这次与全伟家携手合作，带来了世界冠军面包师傅吴子敬研发的擂茶罗雷面包，以及客家糙阿胖，温暖每位环保英雄的心跟胃。我们看到这次的风灾过后整个环保局清洁队员都没有日夜。然后不分区域进行所有的救灾的活动跟废弃物的清理。据我所了解，他们所清的垃圾大概2万公吨了。所以我身为之前的环保局局长，我觉得其实是也很不舍了哈。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我们也希望借由先关怀在地的我们的安平中西区队，还有我们的沟渠队，那也借这个机会能够来呼吁大家能共同响应，我们把环境做好。如果遇到清洁队员，跟他说一声谢谢。所有的清洁队的大哥大姐们，其实都是很辛苦的。那我们在骑车上班的路途上，其实也是一直看到清洁队的大哥大姐们一直在疲于奔命，然后车子一直开，然后一直往返。那也很开心可以接受到张副座的邀请，然后一起小小的心意，然后可以为应该是说。我们是安慰喂食的喂啦，对，喂食大家一下，让大家有更饱满的体力。环保局长许仁泽表示，清洁队在灾后第一时间即全力动员，迅速恢复市容。感谢学姐局长张黄珍与全伟家的支持，这不仅是物资补给，更是对前线人员最大的精神肯定。同仁在外面辛苦的工作，事实上我们也觉得很不舍了哈。那有这么好的老板。愿意来这个犒赏我们的同仁，这也非常感谢。但是有一位更要感谢的是我们的前任局长，我们的张局长
他其实跟这家也蛮有渊源的，他特别去找了一张20年前的照片嘛，哈，我看了以后跟他现在长得差不多，哦，几乎都没有变老了，哈。那这个也谢谢院长，应该是要院长比较好，哈。那谢谢院长，也体恤他的老部属，哈，谢谢大家。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起头啦，因为我们的同仁办公室清洁队也刚好在旁边。那以后有这么好的商店，我们也希望同仁有空就来这边消费。这场跨界合作不只是物资援助，更是一份充满温度的行动。透过上研院与全委家的用心，让灾后第一线的清洁队员感受社会的肯定与关怀，也展现出台南在困难时刻齐心互助的力量。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从店面外观会让人误以为是花店，走进店内才发觉是专营水果和精致包装。年轻的老板陈茂松原本是有证照的调酒师，老板娘王子柔的本业则是工程业务，都和水果花艺截然不同。不过从9年前的草莓批发起家，一直到近2年将水果结合鲜花手工艺的精致包装，两人白手起家，无心插柳之下，却成就跳通人生。因为客制化的水果礼盒就像艺术品般，收到时那份惊喜和幸福感就是满足和体面。我一开始发现的时候，我以为是花店，结果走进来，居然是水果店。对啊，所以然后我今天就特别来挑选这个礼盒送给我的闺蜜，因为她最近刚好生日，然后她又很喜欢花跟水果。我想说就选了这个给他。他们的水果都有特别挑选过，又很有品质，然后就是吃的也比较健康这样子，所以就是会觉得说哦，想要来这边一直持续的，就是跟朋友分享这边的礼盒。老板娘很用心，她还有用花，她那时候过年的时候还有酒，更美。那时候我送给客人，我送给朋友啊，什么就是酒啊、水果这样子弄一弄，哇，客人都好喜欢，朋友物超所值，真的。这个拿来送七夕不是更漂亮吗？你看。你想要花，有的看有的吃。本身我自己很喜欢花，然后我也希望说大家收到礼盒，不是只有水果这么单调这么简单，而是说我们可以把喜欢的一些生活点滴的元素，不管是花也好，或是女孩子喜欢的小珍珠，都放进去里面。那因为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都是那种 CP 值，还有那个仪式感，所以说不论是各大节日，或是甚至母亲节。然后闺蜜的生日，他们都会希望可以送水果礼盒给自己的好朋友。负责精美包装设计的老板娘很谦虚，笑说就是把女孩们都喜欢的元素放进盒内。至于一旁挑选进口水果的老板，则是用心替消费者把关，每一颗都仔细严选，从色泽、甜度等好品质都是一直试吃的结果。两人分工合作，成就一件美事。基本上每天的话，都是要试吃大概7、8种水果，基本款。那如果同一个品项，然后柑橘类，可能要吃4、5个。我们比较歪脆给，就嘴巴比较刁。我们自己觉得好吃的话，就会跟客人讲。不过这么美的附加价值会不会很贵啊？业者表示，是水果种类从400元起到4500元不等。当然要小巧要霸气，就是以消费者预算来量身定做。所以开店以来，累积不同的客群，假贺到小本，很多顾客也都变成好朋友来真心推荐。至于未来，就是希望方便消费者将水果和花店2合1扩大经营。台南水果礼盒首选。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公费 HPV 疫苗接种对象9月起将扩大到国中男生，预计全台湾约有9万名孩童受惠。然而，有许多民众对于疫苗不太了解。新北市三峡恩主公医院举办一场讲座，请来妇产科医生徐静向民众澄清迷思，鼓励大家把握免费的资源，共同防堵癌症的威胁。HPV 病毒的话是子宫颈癌常见的这个感染源之一。那子宫颈癌疫苗的话，它其实是可以非常有效的去抑制这些高风险的致癌的病毒感染。那施打疫苗的话，基本上虽然它是在部分的民众的这个族群，它是一个自费的治疗，但是它就是算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靠
打疫苗方式去预防癌症的一种这个预防医学的治疗手段，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是一个 CP 值蛮高的一个预防的一个做法。那施打疫苗常见的一些大家常见的一些误解，包含说副作用很严重啦，可能会不孕啦，只有女生需要打啦等等的，它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讲座都会做一些详细的讲解跟就是澄清。徐静特别强调 ，HPV 疫苗并不会导致不孕，无论有没有性行为都可以施打。打完疫苗后仍需要定期的抹片检查，希望民众别因为误解而错失保护自己的机会。那当然会啊，都有好处的啊，有好处当然都会啊，大家都要一起来啊，这是大家的安全问题嘛，身体的健康问题啊，所以应该是都能接受啦。许多参加讲座的家长和学生表示，以前不知道男生也能施打 HPV 疫苗，听过说明后对政策更了解，会尽快安排孩子接种，保护自己的健康。记者施凯文新北采访报道。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那会有什么改变吗？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迈向成年的第一步。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